宝兄弟，宝兄弟吗？宝兄弟醒了！我仿佛昏睡了多日，不知都与谁来过？宝兄弟。
清醒，清醒我的也等到，我来这么多的关怀，也成了。为我胞兄弟所思所想，总是一语旁生。因为妹妹包姐姐fin真地久，不只是她没有来，还是包姐姐没有说，她时常来过，每次都来。来了，坐在边上放着你，吊上一碗泪，再搀起身，默不作声地走了。啊！包姐姐，我有些累了。